所謂4歲功名，一生一次，放諸世界，只有極少地方會有嘅4歲馬打比大賽，將會響今個星期日舉行。一如以往，今屆香港4歲馬打比大賽係響沙田馬場嘅跑道跑2000米，要轉2個彎，將會有14匹馬上陣，由最高達100分嘅球星，到只有77分嘅一起美麗，跑平磅賽，並由14位洋將角逐。我哋可以大膽預測，屆時將會係一場5班步速嘅賽事，到時大家可以細心欣賞。今次我哋 DWQ 賽馬頻道會講冇跑香港4歲馬打比大賽嘅高分馬，響其他場次嘅機會，一共有4匹，分別喺第2場、第9場同第10場出賽，我哋將會逐匹分析俾大家。後半部分，我哋揀咗第10場3班1800米，重點分析俾大家，大家記得聽到最尾。首先講下第2場3號包裝天象，上仗經典杯都算係盡咗力，可惜步速不合發揮，而家平93分嘅馬放棄打吡，但係都揀埋同日出賽，你絕對要相信練馬師呂健威嘅部署，今仗可作二重彩膽。5號開心寶寶，呢匹馬上仗交由唔熟手嘅馬坤執韁，起步已經半頭項，全程採取跟跑跑法，非常有趣。今次重金禮請天下第一高手莫雅，只要內欄唔塞車，有力同包裝天象鬥足一條直路。第9場1號笑傲江湖，同樣係練馬師呂健威嘅馬，上仗交俾馬坤策騎險勝，今仗強配天下第一高手莫雅，排中內檔，要拖。第10場2號企跑得，呢匹嚟自南非嘅自購馬，上仗出閘笨拙，翻查海外賽績，呢匹馬要擺前走先有好表現，今仗練馬師大衛希斯加個眼罩俾佢，試閘亦都展現到速度，冷門唔好劃佢。跟住講下第10場85分上限嘅3班1800米，1號多巴先生轉咗去葉楚航馬房，前仗初跑谷草1650米時，我哋已經提過呢匹馬跑咗一場2班2000米，末段做出全場最快嘅22秒86，可見呢匹馬喺2、3班都仲有一定嘅實力，相信仲會有得贏。不過葉楚航係唔會打冇把握嘅仗，初跑谷草1650米，唔排除係試馬，結果係點？大家有目共睹。今次終於等到85分上限嘅3班田草1100米，加上強配法國騎師蘇銘倫，肯定想拼個明白，可作二重彩膽。2號企跑得，前半部分講咗。3號和平波，上仗已經俾佢賺到盡，入唔到圍跑打比都好應該，今仗排第12檔，跑法對佢不利，唔信。4號金聖名區，似乎嚟到呢個評分已經盡咗，排14檔，揀唔到佢。5號健兒快，真係好可惜，上次出賽我哋提過，呢匹來自紐西蘭嘅自購馬，肯定係想部署挑戰打比，結果因為意外被撞跌倒，好彩只係受輕傷，但就影響咗打比嘅部署。今仗賽前試翻課習，用埋今仗嘅騎師奧爾文，呢位長途好手，戰意唔使懷疑，有賠率一定要揀佢。6號安可，練馬師蔡約翰絕對想趁機會將頭馬數字拉開大衛希斯。安可今仗繼續用騎師嗌到拿跑，要拖。7號包裝旋風，練馬師方嘉柏係一位善於控制馬匹評分，再部署嘅練馬師，呢匹馬由方嘉柏馬房轉走，保守估計都要減2個班先會再有馬贏，或得。8號人心星，心星係今年冇得跑打比，呢匹馬係由馬主自己投翻嚟，上仗首次升班增程角逐1100米，響步速不利情況下，只係輸2個馬位左右。今次重返3班角逐，三甲要預佢。9號奔放，幕後都知冇跑打比嘅機會，目標一定係自購馬獎金，預賽於操，今仗排第10檔，揀唔到佢。10號天象龍區，支持華籍騎師毛顯東。11號包裝名區，呢匹來自澳洲嘅自購馬，翻查海外賽績，只係贏水準唔高嘅澳洲夏季賽事，身價亦唔高，只係12萬澳紙，睇嚟質素麻麻，今場揀唔到佢。12號一定掂，要有快步速先發揮到嘅馬，今場預計步速唔慢，要拖翻。13號自刎將星，大家可以聽翻呢匹馬再講出賽果次，我哋係點樣評價佢？最新評分已經係61分，屬於降班邊緣。至於陣上嘅表現，排一檔會有撞欄嘅危險，希望唔好有咩意外，影響到其他馬。14號綠色巨人，呢匹馬嘅父系係日本馬王滿樂時，預計5歲先踏入高峰，現年4歲，上仗仲要挑戰2000米，賽後驗出大量痰液，今場只係相隔21日，再搏命好容易整傷匹馬，預料今場只會跟跑，可以劃咗佢。喜歡我哋 DWQ 賽馬頻道嘅朋友，可以俾個 Super Thanks 支持我哋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。
多謝收聽，請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及留言。